內華達州太浩湖 Sierra 山區將會迎嚟暴風雪，適逢呢個週末就係總統日嘅長假期，乜嘢時間出行最為安全啦？朱偉琪報道。國家氣象局預計，連串暴風雪將會為內華達州 Sierra 山區帶嚟3到7英尺嘅降雪。今次嘅雪唔會係典型濕重嘅水泥雪，氣溫將會降至華氏10幾度至到20幾度。當局預計由星期4到星期日下晝仍然會係天氣平穩，但係之後將會迎嚟暴風雪，所以喺暴風雪嚟之前出行都係屬於安全，預計唔會有影響。但係喺長週末過後，回程就將會變得非常困難，可能會遇到大雪封路，需要雪鏈限制或者遇到大塞車。由星期日夜間開始，連串嘅風暴系統預計將會由阿拉斯加灣向加州南下，並且帶嚟冷空氣。由2月15號到22號之間，可能出現3到4次降雪，每次可能會為內華達山區帶嚟1到2尺降雪，而太浩湖一帶嘅降雪量將會相對較少。26台記者朱偉琪報道。